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香港反送中运动烧到即阵，有影亲像政治上的人来讲哦，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然后引发着国际这个关注，嘛引起着这个美国关注因哦，通过这个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来保护香港。冇这件代志的这个起因哦，其实甲台湾真有关系吼，是伫两位香港人哦，这个担当家甲女朋友来到台湾旅游，这个查甫朋友竟然杀死伊家己有心的这个女朋友哦。做完了后，倒转去香港哦，台湾司法单位过去咧，真积极来办案哦，向香港政府请求协助来办案，但是拢无得到回应。香港政府却透过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着这香港人这不满。即马却因为这反送中的这个争议未收煞，伫担当家关押期限满的进程咧，写批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伫咧这个23号出狱了后，愿意来台湾投案，但是嫌犯哦涉犯着这个杀人的这个重罪哦，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竟然要甲放掉司法到这个冷旁的这个期间，咱看到台湾甲香港这司法是双边斗啦吼，嘛有侪是香港甲北京政府阴谋论的这个讨论。陆委会就质疑讲，香港政府完全无要建立着司法合作这个机制哦，就要甲嫌犯送到台湾，背后有明显的政治操作。台湾这边立场是真明确啊吼，现主时咱看到讲，伊讲香港政府哦爱审判一个当咧关押的这个监狱中这个人权，需要咱台湾政府的协助，台湾嘛真愿意来斗相共。但是讲呢，香港特区政府真正要放弃管辖权，台湾的法院嘛爱有这个相关的物证，才会当来判啦吼。搁一摆是强调讲应该经过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定，才当正式透过司法合作，连人带着证据交互咱，安尼才是负责任的这个态度。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这部电来邀请到受来宾做回来讨论，第一位是咱台北律师公会这个人权委员会委员黄德英，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是咱司法评论员赵明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咱司改会秘书长林永祥。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第四位是咱是乌条政策加经济发展顾问公司国际公共事务总监督刘世杰。大家好。首先啊，咱要来继续关心反送中烧到即阵烧到台湾来，咱头先讲到这是一种 butterfly effect 啦，蝴蝶效应啦吼。伫台湾杀死人啊，等于到这个香港啊，无要投案。尾啊，引发到这个香港政府要修这个逃犯条例，烧到即阵，烧当在台湾，这个效应要咱来看。确实这是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就是讲，这个担当家伊当时是咧台湾杀因女朋友，杀死了后，因女朋友嘛香港人，伊走转去香港，咧香港这边伊对这担当家伊敢若用这个偷摕物件，啊用这个什么洗钱这种犯罪落去甲办，啊这是轻罪，所以咧香港这边伊马仔。都要甲放出来，讲这个是轻罪，但是伊今仔这个涉及的是一个杀人，这算是重罪。香港政府点解才无处理？这是头项奇怪。第二项奇怪是讲，因为伊用这个个案，讲啊，因为台湾杀人，伊去发展讲啊，咱要来修这个逃犯条例啊，所以伊要修逃犯条例，才引起着香港人200万人徛出来，讲阮无要赞成这种修法。这其实是超工咧消费讲台湾的这个案件，因为这其实你去修这个逃犯条例吼，香港修逃犯条例，甲台湾这个案件无虾米大关系。正确的做法是讲，你甲台湾有一个司法合作，不管你是毋是用国家对国家，或者是叫你要用另外一种名称，像咱甲中国嘛有这个司法合作，咱2009年咱嘛去签，毋是用国对国，虽然迄时阵毋是用国对国，但是嘛是有司法合作的协议。咱今仔甲香港要处理掉这个案件，都是司法合作的协议。啊，但是司法合作协议，伊即马无要甲你讲，伊讲伊要去修这个逃犯条例，引起着国际关心。即马现主事是拄则美国拄啊通过讲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要去处理掉香港。香港踮咧这个反送中的运动以来，其实已经死108个，包括讲这个15岁这个查囡仔变做海上的这个无穿衫的一具尸体。这个问题到现主时为止，香港政府也好，香港司法也好，100几人这个死亡，有一寡是毋是自然的因素死亡，有真侪可疑的所在。香港的司法也好，伊的这警察也好，拢无能力来做处理。所以咱台湾即摆感觉讲，香港是一个真奇怪的所在。啊，伊即摆变做一种政治操作，甲你讲，这个担当家，这个犯罪嫌疑人要甲送来台湾啊，要来送来台湾。台湾的民意是感觉讲啊，一个人杀人，
咱应该对这个通缉犯有一寡这个法律上的制裁。但是伊即摆的这个做法，就是讲我透过唔是讲正式的管道，我要用这种事实上互伊来投案，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所以台湾其实应该要有一个立场，就是讲。咱拄到这个案件，这陈东家马仔开始放出来。如果伊踮咧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管辖权以内，咱依照目前的法律，伊是通缉犯，咱就爱随甲逮捕，这随爱甲抓起来。这是咱即马现主席的法律讲，若有任何通缉犯出现咧咱台湾的这个国内，都爱抓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刷来另外一个较困难的课题来啊，就是讲这种政治操作吼，会变做讲正常的国家。或者是正常的两个所在司法互助，是讲你即个人踮咧咱国内犯罪，我请你甲人送过来，连同伊的证据、伊的这个资料，拢爱送过来。因为咱台湾的司法是讲，你对一个人有犯罪无犯罪，咱爱看证据，咱爱看这相关的资料。你无甲这物件送过来，你讲你直接甲人送过来了后，咱要直接甲审判，这有一寡风险伫哩。因为咱的法院要看的是这个证据相关的能力。如果你香港敢若甲一个人送过来，头一项伊是毋是迄个犯罪本人，这就是一种问题所在。另外一项是啥？伊相关的证据，伊咧香港迄边，不管伊有一寡讲法，还是讲伊迄个时阵去投入因女朋友的这个迄个信用卡，这个物件。证据拢无过来的情况，咱来知影讲伊到底是安怎落去做犯案？杀人这种案件是重罪，伊头前有开始落去准备无？伊头前有啥物强犯无？这拢是爱一点一点真清楚落去做。即马中国甲这个议题当做政治操作，讲我这个人要送来你台湾，万不利伊真正送过来，咱甲抓起来。抓起来当然是咱依照现主席的法律爱甲抓起来，但是香港迄边伊阁无愿意照司法互助这相关的这种定数，甲相关的证据过来，迄嘛是互咱台湾的司法真为难啊！就是讲你若无个证据真齐全，或者是这个人到底是毋是迄个犯罪，真正是这个人本人。咱就会拄到问题，讲安尼有法度甲判有罪，所以这毋是干那一个政治口号，讲你像韩国瑜还是马英九讲，你人就爱抓起来，你人抓，这毋是安尼讲抓起来，较简单的代志尔。一个刑事的犯罪，一个杀人的重罪，咱的台湾的司法定数都要求讲，你爱有正常的证据资料入来。即马现主席香港马仔要放这个人出来啊，这个人会来个台湾无，咱毋知影。真正来啊，人就算咱甲抓起来啊，咱甲讲这是通缉犯抓起来啊。后手香港是毋是会照正常的定数来做？咱拄则为虾米会记着讲美国爱通过一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全世界落去讲着讲香港的问题、法治的问题，也是民主的问题，都是伊即马无讲介正常啊。伊即马无讲介正常啊，伊未来是毋是会继续无正常，无要互即个案件行落去，变做台湾选举的政治操作？这我感觉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台湾这方面，我认为讲。咱不管是陆委会也好，国安单位也好，咱的法务部也好，拢爱有较明确的态度。咱当然头一项，杀人的重罪，咱绝对无要放，咱绝对会去好好办。人若入来，只要是通缉犯，咱依照法律就是抓起来，这是头一个态度。第二项态度是啥？你爱有正常的定数，正当法律的定数，包括着讲这个司法互助相关的证据资料爱入来，咱无可能讲要求台湾的法院无看证据，不管任何乌白共判。这是咱台湾正做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内底民主法治内底上基本的精神，保障这个规个精神，应该讲正当诶。这个法律定数爱必须要正当，所以踮咧这个案件内底，马仔我认为开始考验台湾踮咧法治上要安怎坚持，咱踮咧不管司法主权，还是讲正当法律定数，这安怎落坚持？有影啦，就是讲这回这个代志自这个发生到即阵啦吼。定数这个物件一直是台湾一直咧讲啊，所以进前咱有咧讲到这咱团上吼这个物件啦吼，归香港，香港是读啊无要回应啦吼，所以这等下咱都要好好讨论，尤其是咱讲到这个司法互助这个部分，咱咧讲为虾米这件代志会个引发着这个讨论啦吼，个相当的台湾，因为讲香港这一直认为着讲因的司法就是这个属地这个主义啦吼，就是讲你是台湾台人，所以因无这个管辖权，但是这到底是有管辖权，伊就用这个食钱这个罪啊吼来判伊的这个部分，但是为虾米佫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让旁会使互这个扣押有期满的时阵，佫会使甲放出来，要互伊来台湾这个投案，所以引发着少年线这个问题啦吼。啊，毋过咱看到这个被害者这个家属，伊安怎讲啊？咱先做伙来看。而家唯一嘅可以幫到個女就係幫佢討回公道，還
沉冤得雪，早日安息。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彰顯公義，嚟到係做呢個司法互助，同埋遣返呢個殺人犯到台灣。特區政府要安怎安排這個人來到這個台灣？其實咱頭拄有講到一個定書上這個問題，就是司法香港甲台灣愛建立這個合作這個機制啦。不過咱看到轉來，其實這個咱攏講這個雙邊鬥，香港甲台灣做一個政府哦，司法上即擺咧雙邊鬥。咱先來回顧講吼，自舊年開始，2018年2月8號的時陣，這個事件是安怎發生的？2月8號的時陣，就是香港這個居民陳同佳和伊這姓潘的這個查某朋友來台灣旅遊。不過伫2月17號的時陣，這個姓潘的這個查某朋友咧，就互發現佇咧旅館哦，互抬哦，啊，過兩天是互等佇咧這個德維亞遮吼，這個草埔邊啦吼。啊，3月11號的時陣，姓潘的這個查甫這個家屬因爸爸就向這個香港警察來報案，嘛來台灣協助台灣警方吼。不過3月13號的時陣，咱看到頭拄嘛講到，陳同佳伊是用到伊的這個信用卡吼。存款連領的時陣，互逮捕的，啊嘛承認着抬這個姓潘的這個查某朋友，並且甲這個屍體甲彈掉。啊，迄當陣呢，士林地檢署呢，伊就向香港律政司哦3屆提出司法互助，但是咱能看到香港政府的處理的這個態度是真消極的，無得到任何的這個回應。4月29號的時陣，香港法院用洗黑錢罪來判這陳同佳29個月這個監禁。8月7日向這個姓潘的這個查某囡仔的爸爸，過一屆來台灣哦，希望台灣向這個香港警方引咎這個引渡陳同佳。10月初3的時陣，士林地檢署就發這個通緝啊吼，這個時效是37年6個月。這個2019年的時陣，就是今年啦吼，5月10號的時陣，伊咱刑法有修訂第80條，若是講發生死亡結果的時陣，會當無限期來追溯啊吼，所以這個通緝的這個部分會當繼續來甲追落去。6月初9的時陣，香港政府用這個陳同佳案哦，要來修訂這個咱所講的這個逃犯條例哦，才引發到這個少年線這個反送中這個運動。6月26號咧，香港政府宣布要甲這個逃犯條例放互較慢的，但是這個姓潘這個爸母嘛，希望香港政府哦，以這個個案來處理，啥物要用個案來處理，就是咱頭拄講的這個屬地主義的這個部分。啊，10月18的時陣，陳同佳寫批予林鄭月娥，表示願意佇咧香港，就是23號出獄了後來台灣投案。但是這個時間點，就真奇怪啊！是安怎是這個時間要寫批予這個林鄭月娥？其實吼，咱看這個案件吼，愛看一開始是安怎當初時吼，會走去這個逃犯條例內底。是，就是講咱甲香港吼。香港哦，一向是無即個引渡的條例，嘛無即個司法互助的即個條款佇內底。迄是安怎？迄是因為香港政府伊一開始佇1997年的時陣，伊佇回歸的時陣吼，有設一個防火牆，就是講吼，伊即個西敏寺系統，伊甲中國大陸的法制司法制度是無共款的，所以因兩邊之間吼，因的犯人、因的法律，伊袂互相去審判，啊，不會互相引渡。但是呢，喺香港，伊內底是甲台灣視作為中國的領土，所以你既然香港袂使去甲人犯引渡去中國，所以伊嘛無法度引渡來台灣，這是過去伊限制佇遮內底，伊是一個防火牆啦。所以當初時吼，過去這10多年、20年，咱甲台灣甲香港是安怎做的？攏是做這個私底下的互助，啥物叫做私底下的互助？那台灣人犯罪走去香港，還是香港人佇台灣犯罪？走倒轉去香港的時陣，因就是迄邊的警察，吼2、3個阿里2、3個，反正伊家己上飛輪機來機場了，咱的警方就去甲人偷偷甲押走，因為你入境你有通知，我就愛甲你抓嘛，吼，伊就甲人押走。其實全世界甲香港有引渡條例的國家嘛30幾個，咱台灣嘛無濟啦，大部分是私底下無共款的國家，因的刑事機關內底用這個方法，就是咱一個默契。以前是安尼，但是因為這個陳同佳這個案件吼，香港政府為着要甲這個防火牆甲拍破，所以伊甲這個人留伫遐，伊無愛用以前這個大家彼此私底下互助的方式，無愛講我甲你人家送轉去，伊要利用這個人要立一個法，就是咱即馬就有爭議這個逃犯條例，就是要為着要用這個人來拍破這個防火牆，下擺香港的犯人，等下送去中國，伊就是用這個人要來做這件代志，所以甲台灣規個攏甲牽連落去內底，所以你看進程一開始其實是安尼，所以伊伫這個時間是安怎講？我要甲人送倒來台灣，就是講伊第一講，我即馬這個逃犯條例已經是大概抗議甲
上紧张的时阵啊，已经无法度收山嘛，我就甲即个源头讲啊，我即摆无要插即个人啊，我甲上照。但是吼，我想讲咱台湾吼，一定讲伊在后壁是一个足大的政治操作，但是咱一定爱坚持咱的立场，是安怎讲？你不管这人是安怎送转来，这绝对毋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条例。是，吼，咱无接受对方任何的条件，啥物袂使判死刑啦，啥物我香港政府啊用啥物条件给人送来，绝对袂使。但是这个人若入来台湾，是伊来台湾，咱就是甲当做一般的旅客，比如讲你一个美国人，伫台湾犯罪走去美国，啊，明年佫入境，咱就甲你啊，照台湾现有的证据、现有的司法，咱即摆讲这个人，伊若讲今仔日伊伫香港无审判，嘛无去互关，伊就单纯的在入境，咱嘛是爱甲你啊。当初是伊无走去香港，伊若伫桃园机场互咱警方抓着，咱嘛是爱甲审判嘛，咱嘛无讲一定爱香港的证据啥一定够，才通啊审判嘛无。第三就是香港政府即摆甲做的调查，伊的笔录，伊讲伊承认伊杀人，伊讲伊靠留这个证据，伫台湾法院内底。有没有证据能力？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意外犯罪这个，起码伫咱的这个刑事内底，其实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无一定大家国家的证据、甲警察的这个调查，咱拢承认哦。所以其实咱唔免考虑香港迄边，咱就是考虑这个人万一来入来，咱就甲调查，吼，啊就甲起诉。啊，香港迄边的态度，咱就是对香港政府讲，阮无愿意接受任何唔是正式的条件，吼，咱无爱接受，那我们不接受被矮化，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一些说法，啊，这个人，但是伊若来，咱就甲办嘛。哎，若香港政府讲，啊，你台湾无接受我条件，我人无爱送来，还是无爱互伊坐飞机来，咱就无法度啊，就是像即摆这个情况，就是继续就是安尼。我想讲，咱就是坚定立场，然后这个人要办，该办就按照我们台湾现有的司法、现有的证据去办。我感觉安尼立场就坚定，你都唔惊讲伊甲你做啥物政治的操作啊？是本这个政治的这操作，就是要食咱台湾的豆腐啦吼。就是讲本早这个逃犯条例要送去中国，啊，若是伊甲中国，就是甲咱台湾看作是伊中国这个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政治操作这个阴谋这个部分啦。不过咱回归个讲规个这个司法体系啦吼，其实咱嘛讲坚持咱的立场，伊若是伫机场互咱入来。就随甲逮捕。另外咧，咱嘛有呼吁着3个原则啊，吼，甲2个方案。咱先来看讲法务部吼，对这个丹东家案有啥物原则甲这个方案？咱看第一点啦吼，就是台湾甲香港双方拢有即件案件司法的这个管辖权啦吼。啊，因为这个行为嫌疑人甲被害者拢是香港籍的啦吼，会当看到这个行为嫌疑人骗子时也伫这个关押当中。不过咱头段嘛讲着23号就要这个放出来吼，所以遮爱考虑到这个香港人，香港审的这个审判优先性甲这个便利性啦吼，由香港政府优先来审理。啊，第二点是啥？咱头段讲着，这个司法是无让旁的这个期间啦吼，中华民国政府会透过正式的司法辅助来处理这件案件，绝对袂私了，嘛袂让这个拒收啦吼。第三点是啥？咱头段嘛佫强调一解，中华民国政府将来都毋捌放弃着这个管理甲这个统合权啊，嘛袂这个推卸责任。啊，咱看到第二个方案，方案是啥？第一点就是考虑到这个加速这个审情甲审判这个便利性，香港政府应该优先来审理这件案件。第二点咧，香港政府有这个管辖权也是无咧，是由这个香港法院正式做出裁定啦吼。所以咱佫回归到这个定数的这个问题，咱先请教秘书长。我是当署长。啊，当署长。迄个咱当了解讲一个国家有做一个主管内面，其中一部分就是司法权嘛。啊是每一个国家拢嘛针对伊家己的国民，伊的国民当然是感觉讲应该是我来司法来审理这案件嘛，一般是一真正常的。所以咱想讲，原则上中华民国的国民当然是咱中华民国司法来审嘛。啊，香港的人应该原则上是香港的人来司法来审理嘛，吼，这是原则，这是属人主义啊。但是有可能咱今仔日讲的是讲，这个是香港人，不过发生伫台湾，啊，咱另外一个观念来讲属地主义嘛，所以伊伫咱香港人、台香港人伫台湾这个所在，所以咱伫属地主义来讲，这我嘛会当管啊，所以伫咱台湾来讲，我当会当司法会当管，不过。因走等于这个丹东家走等于香港，伊走等于香港，加害人、甲被害人拢是香港人。伊走等于香港，有可能，吼，咱咧讲有可能，这个要台人来伫台湾台，但是有先计划。这个
预谋吼，这有心计划若是伫香港，这嘛是一个犯罪的所在。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就香港的司法伊嘛有管较悬，所以这种无同款的所在犯罪，有可能两个所在拢有管较悬，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咱即马唔知迄个所在，丹东甲伊有无相关的证据到什么程度。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伫咱台湾的法律，吼，咱的台湾人走去美国犯罪，啊，犯罪所在伫美国，美国一定会甲审理的。总是伫台湾来讲，台湾会当管辖的，咱嘛有一定的规定哦。较重的用较简单的讲法，较重的罪，咱台湾嘛有管较悬哦。所以伫种角度来讲，我唔知香港伊的法律的规定啦，吼。就是讲对，因为即个当中甲有可能有先的已经有计划伫香港。即安尼当然伊犯罪的所在就是香港，看证据啦。系啊，那证据。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遮尔重的罪，害人的罪，我唔知香港的法律是毋是讲，即种遮重的罪，法香港嘛有司法权，吼。这当然来看伊香港的法律。但是即摆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就是讲，那像英国人伫台湾犯罪，那么讲我应该有心理的权，吼，我有迄个管辖权，吼，管辖权。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咱若来比较咱的司法，即摆你讲司法上较好，当然这拢有真主观的一部分啦吼。不过咱袂当袂记，香港是对英国的这个司法来，伊相当惊我讲有真好的司法啦。啊，若中国的司法无人要相信，这是大拢知的代志，也毋免知啦吼。台湾司法虽然无100分，可能也比中国好真侪啦吼。有比香港较好无歹讲，但问题是讲，遮尔奇怪，你讲你香港，你伫有可能同罪也好，还是因为有可能计划犯罪也好，计划犯罪伫香港也好，你本来就应该有心理的权。人民是你的人民啊，一个，好你讲你毋是一个国家，你是一个地区，你地区你有司法权，你一国两制，你有一个司法权的时阵，你竟然要放弃家己司法权，而且你这个司法是真有公营的过去啊，对无？是安怎解你要放弃？不过就是参像你讲的，这个一国两制啦吼，这个1997年这个回归了。但是不管咱要讲的是讲，当然咱怎伫咱台湾咧看这个案的时候，咱先卖讲咱台湾有管辖权，咱香港啥无爱处理，一当偌久，你若讲经过司法的，因为这小案嘛，伊即马家关起来这是小案，是讲伊家偷领钱嘛，偷领钱这是小案啊，这个关判伊29个月尔嘛，这小案啊。那伫这中间，你应该去查看伊这个。台人的部分伫香港到底有证据、有计划无？有真正伫香港有这个代志无？那香港的话，你讲无证据无够，安尼佫无会讲，也是讲香港清楚，同罪伫香港，嘛是伫外地犯罪，香港人我袂当审理。那正式完来讲，嘛 OK 嘛，安尼我就无管他管。但是到目前我无看伊香港的法院有做这种的决定嘛。是。啊，那伫这安尼了解时阵，咱当然对咱台湾的政府来讲，咱本来咱嘛想要办啊。咱家讲啊，事啊，互助你资料互我，啊无我资料互你，拢无甲咱回应。当然咱感觉足奇怪。啊，即马反送中，若我遮严重的时，伊即马突然甲因讲安尼，讲啊无，啊伊讲时间真急哦，吼，这10月18咧讲，10月23 5天尔，10月23伊就头前迄个案诶关了啊，啊就要出来。啊时间遮长，有几啊十某1、2天的时间，你开拢无处理，看即个时阵咧处理。好，咱个刷了，咱讲，当然无怪咱台湾。的机关也好，人民也好，感觉怪就是讲香港无死刑，台湾有死刑啊。伊讲伊要自首，这无自首啊，因为咱台湾应该发布通知，应该这上计是投案啊。会减刑未减刑是法官的裁量权，伊会当决定啊，毋是讲法官一定爱像自首自首一定减，这无共啊。所以这个风险来讲，就伊个人，这个单东家也好，就这个。去考抗伊即个牧师到底是有政治因素无？咱先卖论，啊是迄个政府也好，较会无讲伫香港被判死刑，虽然你犯罪是无毋对，啊，到咱香港无死刑，较会颠倒走来来台湾。伫因的角度来讲，咱当然怀疑嘛，这是合理的怀疑嘛。是，不过咱怀疑伊有问题，总是基本上咱来讲的是讲，咱台湾爱真清楚的是讲，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这个案件合理应该是，我想合理应该真清楚的是讲，咱爱要求讲你爱甲你要正式的司法互助也好，也是透过赵先生所讲的，
你要用私底下，但是嘛是政府的警察通知，互相通知警察接过来嘛。靠讲叫家己来。是啦，所以台湾徛伫这个互主权的这个立场啦吼。即摆伊若走去边啊？我甲你问讲，若走去边啊？是，对无？啊，所以直接按角度来讲，你是不合理的。有影。你今日一当偌久，你嘛要需要互助，会当做啊，要做无问题啊。是。你若无要做，你嘛用私底下嘛无要紧，毋是叫个人走来啊。但是话搁讲倒转来，咱台湾的政府，不管是行政机关啊、司法机关，当然伊通缉啊，来到你啊。咱袂当讲吼，哇，头前遐证据我无，我袂当破，袂当安尼讲啦。因为什么？你一个法院嘛，有可能就证据无完全顺，嘛是会当信吗？是，因为伊台人本身较无证据，当然是有嘛。只是讲伊的动机，伊当时计划，这更较毋知尔。所以要判伊的杀人犯，大家证据袂讲无嘛。所以伫种情形来讲，咱倒袂当互有一个空间讲，伊香港无要注重伊的司法，所以讲我插你，你来家己处理，我无爱插你。咱袂当安尼讲。伫咱来讲，咱嘛有管辖权，伊嘛有管辖权，伊做一个政府会当讲我无爱行使我的司法权，这是足奇怪的代志，而且伊的司法是相当有公营的过去。不过伊即摆现主持啦吼，咱看到伊即摆是中国政府、北京政府伫咧管的啦吼，所以北京政府这个态度嘛是真重要。咱先请教 Jerry 啦吼，就你有甲这个陆委会做一个建议啊吼，政策面、政治面爱回归到这个司法面啦吼，其实有侪点，你拢有写甲真清楚，先甲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是，其实我有写一个，伫我迄个脸书顶头有写一篇吼，希望讲咱这陆委会会当来参考者吼。其实这个案件伊足复杂，因为它牵涉到有外交、有两岸有司法吼，有政治，有4个方面来讲，所以讲一般的民众要去理解这个案件，拢有一个门槛哦，拢无法度这么快的去理解。那我感觉是安尼，因为我过去伫迄个外交部嘛吼。阮目前咱政府，咱含6个国家吼，包含中国吼，有签这个司法互助的协定啦吼。其中吼5个是有美国吼，有南非，有菲律宾，甲越南吼，甲波兰吼。这波兰是今年才签的啦，所以这非常的新啦。有另外一个第6个是含中国来签吼。咱台湾甲中国签的这个两岸吼，这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哦，伊这是用协议哦，因为因讲咱袂当用协定这个名啦吼，所以全世界咱台湾总共有6个国家甲咱台湾有签这个物件。其实咱和香港要处理这个代志吼。伫过去就那拄啊，咱迄个史大哥讲的吼，伫过去伊其实都是透过刑事警察局吼，伫边境迄边哦，透过双方的默契吼来处理吼，因人送过来，咱伫这边甲接过来安尼吼，所以讲吼，咱即摆政府爱伫遐咧坚持讲，一定爱用司法互助吼，其实这个讲法，咱坦白讲吼，有淡薄仔薄弱啦哈，因为台湾只有跟6个国家有签司法互助协定敢讲咱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你其他都不用做吗？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即摆的做法就是讲吼，除了这6个有签这个司法互助协定的国家以外哈，其实我们跟越南是签民事的啦哈，其他国家咱讲坦白话是用互惠的原则来做，而且讲你用互惠的原则来做，是必须要双方官方对官方，这样才不会去自我矮化。但是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法都去官方对官方，所以就变成说用个案来处理，只要是用这个互惠的框架底下来处理。虽然过去我们跟香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方式在处理。好，我干嘛讲吼咱？我其实写在我脸书上，我其实有建议啦。我说哈，咱政府要顾主权的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林郑月娥讲吼，这个人要自动投案吼，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咱政府要有一个反制措施。这个反制措施，我伫我脸书有建议，我讲第一吼，你先不要急着拒绝，你会当讲好，咱来讨论这个代志。第二，你会当去要求吼。陪这个单东家来台湾的这个人，袂当是这个牧师，伊一定爱是一个某一个香港的司法或者是 law enforcement 执法单位的这个官员哈，
以官方身份吼，爱带这个丹东家来台湾，因为你要去确定讲，咱即摆咧在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是官方对官方，这个事情本身的实作有官方性，那我们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第三呢，这个丹东家来台湾进京，咱来透过陆委会驻香港的这个办事处吼，这个咱同事吼。和香港政府去签一个物件，这个物件是啥？这个物件爱载明讲吼，咱这边来处理陈同佳来台湾投案这个代志哈，作为哈咱台湾甲香港吼未来洽签吼司法互助协定一个开头，一个开始安尼吼，用安尼这个 case 吼来为以后的洽签来做准备。那是安尼个无法度的话，第四点吼，其实在2009年，咱台湾在迄时阵是这个马政府的时阵嘛吼。2009年，台湾跟中国签的这个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跟司法互助协议吼，咱来香港政府来建议讲吼，把这个台湾甲香港这个司法互助协定来协议吼，放伫2009年咱甲中国签的这个物件的附件或增订书来的，那有做这个动作出来，但是港府或林郑月娥应该们懂，还是因人代志，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反制措施出去，看起来别讲。他们一提出，我们就拒绝，还真歹看嘛，对不对？所以我有写伫我脸书顶头就是讲，我感觉咱政府咧处理这个代志吼，有点不够细致啦。但是我肯定说，政府要维护主权这个代志，这个方向是对，是正确的。但是卖讲一开始就讲安尼我无爱，因为安尼你会很容易被操作啦。这个互主权，这个徛好在，但是你唔爱人求单来，你搁袂晓接啦吼。继续咱搁来看讲，其实咱咧讲，明仔载这个丹东家特别伫香港出价啦吼，明仔载这个刑期就满吼，伊嘛讲表示要来台湾投案，咱嘛讲着法务部甲这个陆委会态度，就是香港人、香港心理才是正办啊。不过咱看到这个香港政务司的这个张建宗哦，这个司长，伊说讲咧台湾唔通甲简单的代志，物价再变复杂啊吼。伊嘛讲咧，这个陈某咪人吼。唔是这个无影，亲像人咧讲的吼，是被迫投案。咱先来看伊安怎讲的。伫台湾台视女朋友的凶手陈同佳，正是经过港府表达愿意来台湾自首，引起台湾甲香港司法问题。法务部甲陆委会强调，台湾唔捌放弃管辖权，暗甲呼吁港府应该先采取香港人、香港性的优先性。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22日回应，要求台湾较实在，莫将问题变复杂，好政治超過司法。係自願嘅，絕對唔存在咩坊間講，或者係有啲人講話被自首啊，或者係甚至乎你話係一個政治嗰個操作呢。張建宗否認外界質疑陳同佳被自首嘅講法，強調是陳同佳要求港府鬥3天來台灣自首，並指出台灣對陳同佳發出30年嘅通緝令，全世界做法攏希望趕緊抓到通緝犯，對台灣提出司法合作協議嘅前提。張建宗加重申，港府對陳同佳案件嘅司法管轄權並冇辦任何干涉。講點解佢有一個通緝犯，即係台灣方面係竟然係唔收咧？呢個係匪夷所思嘅，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令人費解嘅。張建宗表示，台灣接受陳同佳是小事，唔應該會變做國際大事。呼籲台灣莫用政治考量超過法治。安那陳同佳將要出家，是毋是會來台灣投案，嘛引起關心。記者綜合報道。所以現主時咱看到這個台灣這個態度是徛較在啊啦吼，就是過去講啊，這個球來可能也袂肯接，但是即馬伊嘛有講到這個香港人、香港心理這個優先性啦。毋過咱佫講轉來啦吼，就是講這個優先性，啊伊若真正放棄這個管轄權，咱台灣是要哪應用？確實安尼，就是講正常的情況，香港伊應該愛審理，但是香港即馬的即個法治的狀態吼，足奇怪，包括即個美國的即個，你若去看即個人權民主法案內底，伊特別去講着講，你若是香港人因為參與民主活動，咧香港去用判刑，你要來美國過去的限制，伊即個法案甲你講，我無要承認你迄邊的判決，因為你判決有問題，所以你若有即種前科參加民主的即個活動去用判刑的，你來美國攏甲阮反映無問題，所以代表講香港的法治，即馬現主是國際咧看，包括美國的法案咧看，就知影講伊的法治有問題。香港伊即馬放棄講對陳同佳的即個審理，伊無要繼續對伊殺人的即個部分來去做審理。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讲，伊会正常甲台湾讨讲，伊踮遐有台人，所以咧台湾有啥物证据会使提供过互伊，这是正常。是，即马无正常是讲伊无要处理这啊，伊个人甲放互出来。这伊诶，这香港政府的官员出来讲，这毋是政治操作，我感觉迄是假讲的啦，就是讲这真明确，你无照你的法治咧行，所以你这明显是政治操作。但是台湾这边要安怎落去做处理？明仔若讲陈同佳出来啊，伊出来啊，伊家己买回程机票，为国外的航空坐来台湾，甲机场出现啊，咱台湾安怎处理？当然依照咱目前的这个刑事诉讼法。你是通缉犯，我当然嘛爱甲你抓，随抓起来了后，爱送去士林地检署嘛，因为伊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伊的即个杀人的犯罪开始爱落去做审查。当然头一项是这是毋是陈同佳本人，所以拄则咱这外交官即个咧讲的，就是讲过去咱咧处理真济拢无透过即个司法互助，嘛是实际上甲人送来即个所在，但是伊。被动的是执法人员，你要确定这个人是真正是犯罪嫌疑的，而且伊有相关的证据会使送过来，这是透过事实的方式，双方一个这个不是正式的国家的签约，但是伊有一个这个正式的管道。即马香港的做法是讲，过去咱政府吼，毋是拢无做呢，咱一直甲要求讲，你人爱甲我送过来，你爱签司法互助，就算无司法互助，你人嘛是爱甲我送过来，这个伊拢无要插，香港拢无要插。甲今嘛已经拖到现主时啊，伊开始甲你弹出来，而且你看香港政府出来讲，林郑这个特首出来讲，这是一种真明确讲，伊要转移这个焦点，转移焦点。为什么？反送中的运动吼，对香港200万人徛出来，陆陆续续死108个，这是已经非常大一个伤害。伊即马开始甲你讲啊，这个源头是啥人？陈同佳，你家己去负责。就算台湾有死刑，你嘛家己去负责。所以伊即马要来台湾讲，我要来负责啊，这个代志敢若会使解决。但事实上，伊即马香港这边的不满吼，毋是敢若这个反送中的这送中条例，伊个有真多，包括讲。乌禁台人啦，乌禁共即个相关的即个暴力，即个部分吼还无法度解决。伊即马即个转移焦点，要来讲，甲即个人送来台湾。台湾我认为讲，现主时会使做的，真正就照法律程序做，照正当法律程序人抓起来，开始做审理，开始甲香港讨物件，依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甲香港讲你相关的证据资料。我想吼，莫去互操作讲，咱台湾讲，咱拢无要插，一个人去用台视啊，台湾无要插。咱看到即个去用台视的即个查囡仔，因老母踮咧即个媒体访问前，伊讲到一个观念咧，希望香港政府吼爱处理即件代志，爱处理司法互助，甲台湾来做处理。这是任何文明人拢有即个观念，知影讲这正常的程序，才有法度互一个真正台人的人付出伊的法律上的代价。但是你若无照即种正常的程序落行，有可能一个人伊真正台人哦，但是因为证据无够。法官无法度判，到尾啊，伊全逍遥法外。所以，即个被害者的妈妈踮咧进即个媒体头前讲了真清楚，爱有司法互助。不管你是有签约的，还是讲你要透过任何这种所谓专案式的这种签立的，用官方的方式。甲人送入来，证据送入来，咱台湾才有法度真正用司法害好这个被害者一个公道啦。有影啦吼。啊，其实咱讲到这个证据的部分，其实若是讲士林地检署，这个互交互这个士林地方法院来判的时阵，啊，证据若无足，是要安怎处理？其实我先讲拄啊一个管辖权的这个问题啦吼。一开始香港吼，伊毋是讲无管辖权，其实伊一开始洗黑钱就是。盗领这个女朋友账户的钱的时候，一开始伊去承认讲伊有台人，伊伫香港承认，其实香港的检察官有甲追加起诉杀人罪，但是伊裁判官甲驳回，相当于自白不能当作唯一的积极证据，伊都无证据，人凶器啦、尸体啦，搁伊的女朋友所有的。伫台湾的这过程拢伫台湾，所以伊当中是裁判官甲驳回啦，就是这条驳回追加就对啦吼。所以一开始毋是因为管辖权的问题，一开始是这个案件证据无够，但是到尾啊，想要变做即马这个情况，就是因为香港政府想要利用这个案件来做我拄啊所谓的这个打破防火墙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咱即马足小心的，就是安怎讲，伊即马吼，伊甲人送来台湾，你若讲我无爱收。还是讲啊，我这无证据，我无管辖权，我无爱处理。
你会变做安怎？你敢知？就变讲香港政府伊就甲香港人民证明啊，要是没有逃犯条例吼，若无这个逃犯条例吼，后摆咱拄到这个发生台人的代志吼，咱拢无法度处理啦。后摆香港人去台湾人犯罪拢无要紧，伊会变做这个说辞啦，伊会变做安尼甲大家讲。所以其实咱伫要收这个人，无爱收这个人这个部分，其实是爱足谨慎，吼，就是讲咱一定爱想办法处理这个人，伊若来啦，咱一定要甲处理，一定要甲审判，一定爱。摕咱手头的证据，一定爱互伊想办法受到法律的制裁，吼。但是伫立场顶悬，就像咱拄啊黄律师讲的，咱以前吼，前一阵啊，其实才20几个，咱台湾的这诈欺犯甲强盗犯去香港了，带转来，嘛是私底下。但是你私底下你安怎？你有书信往来嘛？你寄 email 讲台湾的刑事局寄香港警务处讲哦，我有几个人伫你遐，啊，你会使甲我。找5个警员、10个警员，搞人搞带转来。其实你嘛有一个私底下的协议嘛是，私底下的协议嘛是协议啦，就是讲咱袂使透过讲啊，我放一个话讲啊，我叫啥走你台湾自首，咱袂使，咱这个立场爱守得掉，爱去调在。吼，但是这个人来，咱一定要依照台湾即马所有的证据、甲法律来处理。但是我想咱台湾的证据吼，应该是比香港迄边较济啦，因为我就讲嘛。凶器啦、尸体啦，吼，啊伊的这过程的录影，其实是伫台湾的。咱若要来处理，其实是比香港迄边的证据较侪。是讲你甲尾啊有法度甲判偌重，吼，还是讲证据甲倒位法官会使处理甲倒位，其实这后壁才知。但是咱若讲现处时来讲，这个人来台湾，咱绝对有法度处理的。吼，其实咱爱分2个方面来看，就是讲这个人来咱处理，但是政治上的问题，咱就是爱。立场条在咱的宣誓嘛，我不接受香港政府任何其他的条件，我也不接受黑箱交易。啊，你若人送过来，我有一个刑事局咱的书信来往讲哦，我你请什么人搞带转来，咱这物件拢有，好，咱就来处理这个人。啊，就算讲伊无爱接受你的条件，无爱接受你的条件啊，咱嘛无法度，伊就是人留喺香港，啊，变讲这是香港政府的问题嘛。伊若人留伫遐伫街路拍走，迄是香港政府的问题，伊无爱处理是伊的问题。但是咱这边。咱的坚定立场，我们希望有这个管辖权，但是我们不接受任何不正式的或私底下的交易，不管有没有引渡条例，有没有司法互助，拢无要紧。是，好，我想咱这立场甲徛在，咱就袂去会穿小鞋啦。好，这是上重要的。是，咱佫继续来看讲哦，这个陈同佳啦吼，这个咱头早讲的香港人、香港心理，今日苏贞昌议长伊佫一摆表现这个态度，咱先做伙来看。香港凶嫌陈同佳第23就要出假，愿意来台湾投案，但是说互政府监管，引发政府放弃司法主权的批评。对这点，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国会质询的时，伫咧受访问甲质询，拢搁再度表态，香港应该进行审判甲追诉，莫互同犯走来台湾，暗时要来做身体检查。院长，你有讲哦，你讲这个非常的诡异啦哈，台湾绝对不会陷入大陆的圈套。过去拢一再甲讲来司法互助、资料互换，但伊拢不理不睬。啊，才会突然间，啊，即摆雄雄变起来讲，伊要甲放出来，啊，要互伊家己来。当然，后面有中国，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它的送中条例，我们不会上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回应香港民意的要求，对于反送中条例好好处理，不要借这个案政治操作。谢谢。被逼出进前，捌带北京政协、香港圣公会牧师关浩明拜会内政部长徐国勇的总统府国策顾问黄成国，第2日亲身出面陪会，讲若是知影讲有政协的身份，都袂见面，更加袂应战。会面的过程，关浩明确实是有讲到陈同佳投案的代志，但是徐国勇并无给予任何承诺。就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个部分还是希望说由有关部门跟香港政府直接谈。我有知道说他是那个政协的身份，我都不会跟他见面，不要说部长。他说进来就要抓，问题是陆委会跟这个移民署，他不给他进来啊，不给他签证啊，所以这个叫睁眼说瞎话。在野党批评民进党政府政治凌驾司法，讲的话颠倒是非，嘛批评黄成国是中共代理人。黄成国强调，对这个批评伊承担袂起，嘛无奈表示，关浩明是内心希望咱斗相共，想袂到伊的政协背景，煞引起遮尔大的风波。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本早这个陈同佳哦，本早要投案这个动机哦，有人讲是这个北京这个政治这个协商委员啦吼，啊，这摆互伊有这个投案这个信心啦吼，所以北京这个政治协商委员伊这个角色要互伊来投案，其实伊这个政治这个背后这个目的嘛是真清楚。确实吼，这真特别是讲，我拄则讲到，台湾其实甲香港比起来，香港是无死刑的，台湾是有死刑的。一个人，伊讲我踮咧遮，我都无代志啊。我即个马仔拐出来了后，我都任何法律代志拢无。是安怎伊会要走来一个有死刑的所在，讲我来承认我遮有杀人罪？这无甲符合人性。但即个抗议的即个牧师，伊后壁竟然是中国的即个政协，这代表讲伊的政治的这势力，包括讲港府，不管是即个林郑月娥，还是讲其他的官员，开始出来去讲话。这拢是一个正常的人讲，我拐出来了后，我敢若忏悔啊，我想要去做这件代志，我家己要来，绝对毋是这种情况。伊后壁这个政治动机真重。那台湾这边就变做讲，咱变做两边拢困了，一种是讲啊，咱的不管是国安单位，咱的陆委会要讲要收主权，所以咱无要互你这种香港的这种操作方式，咱无要配合，这是一种。应该算是一种方式，但是呢，咱的社会佫感觉讲，这个人才可恶咧台湾害死因女朋友，而且因女朋友佫有心。这样台湾人感觉讲，你踮咧遮台湾犯罪，你先走来遮，你即马投法这个通缉犯要转来啊，咱会使无共收，变做一个咱的政府机关变做讲遮嘛毋对，讲遐嘛毋对。所以我毋知会讲一种方式是讲，咱政府机关已经表达啦，咱的政府讲，咱。要求爱司法合作，咱希望讲是正常的这引导，但是若万不利，伊这边拢无爱回应。这个人出现在咱的国内啊，当然嘛是抓起来。但依照现主席的法律，都是甲抓起来，开始照正常正当的法律程序落办。正当法律程序落办嘛，我感觉另一种代表性，一种代表性是讲，我甲你中国，还是讲香港讲。咱台湾有司法的独立，咱台湾是一个有司法主权的所在，阮照家己的程序落行。另外一方面是甲你讲，你过去要操作这个案，讲这是这个送中条例诶，这个个案无必要嘛。我台湾有裁调，就照正常的程序落办啊。你这进前的操作拢是假操作，所以我认为讲踮咧这个现主是万不利，马仔真正来，咱的司法机关真正爱好好思考，不管是陆委会还是国安会，已经讲真清楚讲爱守护主权啊，态度表明会使啊，刷落来就爱落去执法。互咱台湾人感觉讲，咱有司法主权，而且咱对所有的犯罪行为，咱绝对无容忍。是，所以咱个回过头来问啦吼，就是讲，因为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本早会互咱台湾这个政府是加分的啦吼，就是讲咱伫台湾这个护人权、这个护主权这个部分，但是失分的所在会是倒位？即我感觉是安尼讲吼，咱讲，香港反送中这个事件，为今年差不多。5月到今嘛，咱台湾，咱不管是政府还是讲规个民间哦，一直是对香港非常的支持啦，吼。所以咱互香港的朋友去感受讲，咱台湾足温暖的，吼，讲咱一直徛伫因迄边吼。但是这边这个事件的处理吼，有淡薄仔心恶去啦。因为你会变讲，互香港的朋友会感觉讲。敢讲你过去这几个月对咱香港的这支持，拢是为着政治嘛，拢是为着选举嘛，因可能无法度去了解这香港甲台湾规个司法整个互动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可能会互部分互一寡迄个媒体去操作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部分咱爱真谨慎啊，爱真细腻啊。我拄看一个新闻讲吼。今仔日下晡的时阵哦，咱陆委会已经正式去发函哦，我们透过这个台港经济文化促进会发函给香港政府讲要求香港政府同意咱台湾这边派检警明仔载坐飞行机过香港去压人把这个陈同佳压过来台湾这是目前最新的发展我感觉讲这个要值得肯定的，因为我就讲当时陈同佳讲要过来台湾的时阵，你卖第一时间就甲拒绝，你要把球再丢回去给他。像我本来讲你要去给他做一些
条件上的这些 offer， 你都讲吼，这个你爱派一个有司法或者是执法单位的官员哈，以官方身份把陈同佳押过来嘛，这是我们给他的 offer 嘛。今麦陆委会可能有看到我的脸书啦，有讲好，他们已经发函过去了，我们这边派检警哦，只要香港那边同意，没得在回零给鬼，我们派人去押过来。只要香港那边如果有任何的理由讲，我不玩，就坐实说你根本就是想搞台湾。但是我们也展示了，我们想想要处理这个案件，陈同佳押过来台湾，我们没有要政治操作。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是非常好的哈。但是如果这一招在第一时间做，会更漂亮。所以定数上啦是讲这个。较早然后先想到这步，其实较早进前真侪案例，会使是咱派人过去甲抓倒来吧吼。咱会当甲要求啦，要把那个球再丢回去给他啦。有影，咱搁请教左边啦吼，伫这个实际这操作面，这步应该是做了袂歹吼。其实正常来讲吼，毋是你派人甲我压过来，就是我起边甲你人压过来吼。大家以前是私底下是安尼做，其实无啥物。法律的迄个规定啦，但是反正我2、3个人，我甲你砍掉，甲你我就人就转来吼。其实这就是我讲的，其实过去的20几档甚至还未回归进前30档进前嘛是安尼做的啦吼。所以咱若讲，咱有拄仔我讲的嘛，你 email 往返，是书信往返，我提出这个要求，你接受，咱就来做。但是咱有一个证据，一个说明，讲咱是双方沟通过了，讲咱安尼做会使吼。其实这就是我讲的，你一开始你就。坚定你的立场，你反正人我要爱，世界上无人主动你放弃你的司法权的，你像美国，甲美国一司法关系，你不管你世界上倒一个角落发生的，伊拢想要审判啦。因为司法权就是表示你的国力、你的主权嘛。其实咱照你讲，咱就是爱积极把这个人要回来。但是我们不接受香港政府的。里扣扣，什么其他的宣誓、其他的条件，咱拢无承认，咱无爱咱拒绝。但是人，咱一定要想办法，主动爱甲讨转来。这是我想，这是咱的立场是爱安尼才对。是啦，立场大有在。其实咱立场过去的立场啦吼，若是卖拄到因这个已读不回，其实咱立场是一直拢是安尼啦吼。主要要甲人先讨转来再讲。但是现主时这个宣誓，伫即马嘛有伊的意义所伫的吼，律师。确实吼，我拄则即个外交官讲到，即个即马正式发文过，这是正面的，而且可能嘛是看到你的脸书吼，这有效果。我认为讲，你袂使讲就应该讲挨打，袂使讲伊伫弹球过来，咱拢无接嘛。咱即马是现主是咱要主动甲你讲，人我要抓转来，所以我要派阮的警察、阮的检察官、咱的司法人员要过去压人。即摆就看香港安怎回嘛，就是讲香港伊若嘛甲你讲，无，我这要投案，其实咱的司法人员咧遐，伊就会使投案。所以伊若讲我无要接受，那代表讲你头前咧做假嘛，你开始做政治操纵嘛，无影要来投案嘛，你干那要操纵尔。所以我认为即个陆委会踮咧遮发即个声明吼，正确，就是讲你必须爱甲咱的司法主权嘛讲了真清楚嘛，这嘛是彰显司法主权非常重要的一步嘛。咱要甲你讲，阮的司法人员要甲恁遐，要甲杀人犯、通缉犯抓转来。你这边若无要接受，这就是恁的问题，毋是咱台湾的问题。咱台湾要打击犯罪，要抓杀人犯，这是非常明确的代志，嘛无留好讲继续。中国或者是咱国内的政治人物踮遐操作，无即个空间啊，因为咱真明确讲，咱要去抓即个杀人犯。是啦，所以到底上咧拍假球，马仔就会当看好清楚哈。最后咱请即个咱当署长啦吼，你安怎看讲？迄个基本上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即个香港甲台湾拢有管辖的权，正歹讲是伊优先，香港优先，咱安尼讲是较毋好。所以咱拢有管辖的权时，咱就做的部分，咱就是积极去做，总是。爱批评，爱互人民知，爱互香港的人知，你的政府咧放弃你的司法权，伊要送去中国，伊香港要放弃的司法权，咱台湾拄伫即个华人的世界，拄是一个足重要，咱的司法是真认真要面对即个代志，咱一方面做，咱爱积极做。吼，头咱咧讲的讲去接伊也好，咱会当要求这，咱会当讲你应该爱叫，无你就爱有司法辅助，无你就是爱有私下的司法辅助，也是讲你就是我派人去，等这个方式，你拢要也好，唔也好，我叫无来，你真正撞来，我甲你抓，我叫你办，总是咱对香港的唔对，咱爱积极讲啦。是，这个部分咱爱积极讲，你这对伊唔对，你这无应该是安尼，这爱讲，但是咱唔通讲你优先，我看你安怎讲，我搁讲，应该唔通安尼处理。
总是咱要讲来讲，咱即马拄咧选举，咱大家颠倒蓝绿颠倒用这个做政治话题咧看这个代志，有一下可惜。咱应该是爱互香港人知影讲，你看，恁拄就是用这个代志，放弃你家己的香港遮尔好的一个司法，你放弃你的司法，然后你要送去中国，甚至你送来台湾嘛 OK 啦。总是送去中国的司法差遮多嘛，所以你一个香港，你著要个一国两制的，你著要放弃你的主权，你放弃你的无共款的权限。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咱搁后壁。莫去强调讲，伊优先，你爱先安那，唔免安尼讲。但是咱该我的我就做嘛。是啊，所以这个好司法的总是主权对嘿，总是伊的唔对，咱爱讲个出清楚。咱爱指责，咱来讲，你家己一个香港这个国家，你既然你是一国两制，靠你种路径是安尼，你想要放弃你的司法权？制度上都不。假使有一间香港人，伊犯罪，嘛伫中国犯罪，会当讲落去送去中国。我哋当然都因会惊嘛，所以这个拯救来讲，其实台湾甲香港也是香港。